大长老，此前拉动须天鼎之人的讯息已经查到了，这下，当时内殿中人的讯息就齐全了。妙音门克卿长老韩立，修为结丹初期，师承极阴岛一寺，出身魁星岛一寺，现居天星城39层。能接你一击而不死，这实力倒是写低了。实力疑似结丹后期以上，中度危险。同门许姓修士结丹初期已失踪，师傅极阴老祖有人妙音门紫灵修士，散修金青修士。金青，原来如此，看来当时错怪他了。适才属下已经派人前去查探，此人洞府禁制紧闭，不似有人居住，恐怕不是死了，便是跑了。也罢，传此人的画像去各个城区入口，